马蹄头，吃土，吃西子饼，吃黑子，我过了瓜，我的人说阿妈一年下年，我就把一年喽，推嘛年，拉说阿比里比阿喽，一年，说了一堆人家那么拉喽嘛啊。苏德人家那么比一些面里阿米亚鲁比修鲁普个那么拉喽白喽，他们家是怕耶稣来白忙哈喽。明年过嘛，怪得几十步，那得几十步是怕不呀？苏德你的嘛，苏德红子嘛，苏德配的嘛，提留下呀呀喽。我另外面是怕耶稣今年是过告诉，我上面没说不呀，我哩嘛的。阿妈外面一堆人说一年想呀。苏州巴一年喽，比是怕耶稣来提来白喽。苏德人家那么比个俺喽，苏德配着那么苏德你那么苏德我着那么比个嘛啊，是怕耶稣面那个一拉嘛爱米，苏德人家那么拉喽嘛啊，比提来白喽。是怕耶稣的苏里一家大家那么人家那么比个嘛啊。是怕耶稣一里苏德人家那么比生啊，咱们什么人是怕耶稣呢？就把里边的里苏德一家大家那么比人家那么比啊喽，是怕耶稣面对过一拉么呢？如比修路普个那么比啦喽，我们里边的里耶稣是咋不？我上面没说不呢？苏德人家大家那么样子喽，我们呢是怕耶稣里嘛个啦嘛啊喽。我上面没说不呢，苏德人家那么比啊喽，别么的阿天爱面度假是，苏德一家大家巴拉那么，苏德人家巴拉那么阿天爱面是度假都一嘞。